员工宜兰长路成立一个这个果菜管理委员会这就当然是咱果菜管理委员会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我每天都爱经过果菜市场，因为我是他眼竞标水果的活动像咱看到这水果当当嘛，咱会来去眼竞标一斤1块发起，这来一斤就8到10块咱嘛一斤1块开始发起，若发上悬的乡亲的就使配茶的真济足济水果当天都会来一眼竞标安尼啦希望咱这乡亲大家踊跃来参加，感谢。股东嘛是除了讲咱市公所之外，来过咱的市农会足感谢咱的市农会当斗3工，无咱比果菜市今年拢足顺利的，拢足顺利当然时代变迁，我嘛希望讲，因为即马较早先来刷过来遮，因为迄阵比咱迄阵南昌路的时候，迄阵还佫未真老热身，果菜市场设备敢若15年遐个厝，大家拢起起来，所以才刷过来遮，当地遮嘛，如果讲一片的农地，全部拢是农地到即马如今嘛，意见都全部周围因为184工程重化了后，有的遮个所在，伊拢繁华拢留得起来嘛希望讲伫即个所在未来，是袂讲除了做果菜，咱就靠了之外，批发甲人所之外嘛希望讲未来是法度机会，咱遮休闲观光一个果菜市场，我哋讲应该一直在提升，袂使佫像较早安尼，也佫拢限制于伫即个批发市场甲这零售市场。永远咱果菜市场就无法度佫进步，所以嘛希望讲未来有当来成为一个观光休闲一个果菜市场。当然咱上重要今日最主要是讲，因为咱都刚好60周年，都伫这个月9月24号要来庆祝一个就讲一个成立60周年一个嘉年华会足感谢咱建立当这里甲咱市场所有同仁的用心规划当然开个记者会上重要要互咱所有咱的市民，互咱中华国民了解讲，咱伫9月2日咱果菜市有办一个真大个活动，欢迎所有咱市民、所有咱国民会当来甲咱果菜市来消费。当然，即回活动佫有办真大个摸彩个活动摸彩奖品嘛非常好当然即摆开始规划讲，咱甲果菜市场只要你买水果有300块，就送你一张摸彩券